李叔同弘一法師的一生網絡文章。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呢一首曲調悠揚嘅送別嘅詞作者係李叔同，中國現代著名嘅音樂家、美術教育家、書法家、戲劇活動家，更加係中國話劇嘅開拓者之一。但係比起呢啲名銜，李叔同更廣為人知嘅名號就係弘一法師。普度眾生嘅善行，令到佢成為南山律宗第11代祖師。李叔同喺1880年嘅10月23日出生喺天津嘅官宦世家，原名叫做李文圖，號叔同。自小衣食無憂，天賦聰明，飽讀詩書。咁樣嘅一位風華才子係點樣成為一代高僧嘅呢？我哋可以從汪兆牧先生嘅《李叔同傳》，從風華才子到雲水高僧中一窺真相。喺呢一本李叔同一生經歷嘅傳記之中，呈現出佢豐富複雜、和諧統一於一身嘅人格特質，值得讀者細細品讀嘅。世間之事，緣來緣去，都是緣分。世間嘅一切人同埋一切嘅事，都係因為有緣而相聚，亦都會因為緣盡而離散。呢啲本來就係人間嘅常態。李叔同出生嘅時候，父親李世珍已經68歲啦。李世珍中過舉人同埋進士，做過吏部主事，後來辭官經商，將津門李家發展為當地嘅首富。由於李世珍嘅長子早夭，次子姬弱，66歲嘅佢呢，就立咗17歲嘅小康之家嘅女孩子黃鳳玲為側室。1年幾之後，李叔同出生，令到李世珍非常之開心。但係佢畢竟年歲已高，喺陪伴咗李叔同4年之後，就油盡燈枯而去。因為李世珍一生信奉佛教，所以喺佢撒手人寰之前，佢命人請嚟大佛寺嘅證元高僧，為佢吟誦《金剛經》，送佢西歸。正係喺一片又一片嘅《金剛經》嘅吟誦嘅聲音之中，李世珍閉上咗眼睛，而跪喺門外嘅李叔同喺一片嘅哭聲之中，接受咗佛教嘅啟蒙。當不滿5歲嘅李叔同流利咁背誦出《金剛經》嘅時候，大家都好驚訝，但係唔知道咁亦都係為李叔同後來皈依佛門埋下咗伏筆。而母親同父親同樣係信奉佛教嘅，喺李叔同嘅陪伴同教育中灌輸佛家思想，以至於喺佢10歲嘅時候就寫出人生猶似西山日，富貴終如草上霜嘅詩句。其實人世間嘅萬事萬物冇乜嘢突然其來，都係緣分，只係好多人冇察覺到。緣分到來令到我哋人與事結識，而緣分離開令到我哋人與事分別。認清呢一點呢，就會令到我哋活得更加灑脫豁達，不必過於糾結。人世間就係咁樣，緣來緣去，無論遭遇乜嘢人同埋事，順其自然就好啦。唯有努力才能夠提升自我素養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講過，活着就意味必須要做點什麼，請好好努力。人活一世，總要有為之而努力嘅目標。如果唔係，又點對得起好不容易嚟呢個世界一次呢？畢竟大部分嘅人都係想活得轟轟烈烈嘅。雖然大家公認李叔同天資聰慧，但係如果冇付出足夠嘅努力，佢點可能喺咁多嘅領域裏邊出人頭地呢？除咗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嘅啟蒙之外，佢對篆刻非常之有興趣，跟隨屋企嘅賬房先生徐耀庭學習篆刻。嗰陣時佢先至10幾歲。後來17歲嘅李叔同又師從國學名士唐玉厚，進一步學習篆刻。
21歲嘅時候就出版咗《李盧印譜》，頗具個人精神，被當時嘅社會所認可嘅。因為時局動亂，啱啱經歷喪母之痛嘅李叔同選擇咗去日本留學，進入東京美術專門學校專修油畫，尤其是佢創作嘅人體畫非常之出色。而對戲劇好喜愛嘅李叔同，而都編寫咗《文野婚姻》呢本咁成熟嘅劇本。佢仲組建咗春柳劇社，排演《茶花女》等著名嘅著作。值得一提嘅就係李叔同喺《茶花女》中飾演咗劇中嘅女主角瑪格麗特，佢一出場就艷驚四座，現場掌聲雷動，可謂一鳴驚人。至於佢熟練嘅鋼琴演奏、音樂創作等技能，更加係佢喺多年嘅歷練過程之中逐漸掌握嘅，先至能夠令佢成為文化界嘅知名人士。我哋或者冇李叔同咁聰慧好學，但係我哋可以好似佢一樣努力進取，至少喺自己感興趣嘅領域之中贏得一席之地。人生看似漫長，其實非常之短暫。想要呢一生嘅時光不被虛度嘅，咁就要由呢一刻開始努力啦。每一個人都要相信自己有努力嘅資格同埋能力。未來嘅自己一定會感謝現在努力嘅自己。堅定選擇，懂得承擔人生責任。英國嘅詩人托馬斯哈代話：人生意義的大小不在乎外界的變遷，而在乎內心的經驗。每一個人都有選擇人生道路嘅權利，只有心甘情願嘅選擇，先至能夠承擔屬於自己嘅人生嘅責任。眾所周知，李叔同喺1918年嘅8月19號喺杭州虎跑大慈寺舉行咗剃度嘅儀式，正式落髮為僧，正名演音，法號弘一。喺剃度之前，了悟法師問佢：你能直下承當佛陀的正法嗎？佢毫不猶豫地回答：我能，師父。作出咁重大嘅人生選擇，並唔係李叔同嘅一時興起，而係佢自小嘅成長環境、長大嘅社會環境、個人深思熟慮之後嘅決定。雖然佢才華洋溢，但係當時嘅時局過於動亂，佢冇辦法去實現理想抱負，逐漸心灰意冷，而求助於佛法修行。1916年嘅冬天，第一次去虎跑寺進行20日嘅斷食修行，令到佢嘅身心得到好大嘅滋養。後來更係多次去虎跑寺居住修行。當然啦，李叔同想要正式出家嘅選擇，無可避免地被身邊嘅人規勸，但係即使係最親近嘅愛人，都冇法子阻擋佢作出嘅選擇。正係因為與佛法有緣，李叔同皈依佛門之後，全心投入宣揚佛法嘅大慈大愛之中，終於讓身邊嘅人支持咗佢嘅選擇。人生之路咁漫長，總要經歷一啲岔路口。喺面臨選擇嘅時候，向左走抑或向右走呢？不同嘅選擇會帶嚟不一樣嘅人生嘅結局。無論點樣選擇，都要遵從內心嘅真實嘅感受。只有發自內心嘅選擇，先至會讓人一直堅定咁向住選擇嘅嗰一條路走嘅。其實，當堅定選擇嘅時候，全世界都會為我哋讓路。呢啲就係選擇嘅堅實力量所在啦。做事認真，做人才能夠贏得認同。有句說話係咁嘅：把每一件簡單的事情做好，就是不簡單；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，就是不平凡。有一啲人敷衍度日，但係埋怨命運不公平；亦都有啲人做事勤快認真，由此而積累出做人嘅資本，最後贏得生前身後之名。李叔同嘅弟子豐子愷講過：
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變成留學生，再變而成為教師，三變而成為道人，四變成為和尚。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，好比全能的幽靈，喜青衣像青衣，喜老生像老生，都是認真的緣故。的確係咁噶，雖然李叔同呢一生嘅角色眾多，懸殊太大啦，但係每一次都能夠轉換自如，離唔開佢做事認真嘅人生嘅態度。無論係年輕時候嘅認真，抑或係後來做老師嘅教學嚴謹，以至於中年之後嘅出家為僧，佢從來唔會敷衍自己，反而每一件事都係認真對待㗎。即使唔好講話出家之前喺苦跑寺嘅斷食嘅認真體驗，佢喺杭州師範學院教書嘅7年時間裏邊，引導學生重視音樂同埋美術科，更加係兢兢業業。李叔同開創咗中國現代藝術教育嘅先河，致力於將西方現代藝術同中國傳統藝術結合起嚟，貫徹到教育活動中，培養出一大批嘅傑出嘅人才。如果唔係佢認真地對待每一種身份，必然唔會做出咁多嘅事，成為影響後世嘅大人物。1942年10月13日，當時62歲嘅李叔同喺誦經聲中沉睡過去，一代法師弘一走完咗佢人生嘅旅程。60多年坎坷嘅人生，李叔同嘅經歷可謂豐富多彩多姿，但係令人無限唏噓。無論如何，最終都逃不開死亡嘅宿命。或者我哋可以從中感知到生命何其寶貴，只要不虛度、不後悔，就係值得嘅一生。